大家好，今日呢隻玫瑰金地通拿做寶金翻新，另外1點鐘位置嘅計時按鈕甩咗出嚟，遺失咗，後續要配翻粒原裝按鈕。錶圈成個平面都有大大小小嘅花痕，圈側有幾處明顯撞筆嘅痕跡，會通過寶金處理咗崩位之後再打磨。數字刻度上面亦都需要保色，增加油墨顏色嘅深度之後再打磨，咁樣可以一定程度保留數字刻度上嘅油墨，唔會變淺。呢隻腳亦都有一處比較深嘅崩位，都係先補金再打磨嘅方法處理。如果唔補金填翻高先，而係直接打磨就崩位，隻腳就會低咗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以上係做咗補金全錶翻新後嘅效果。錶圈保持直邊鏡面，數字刻度油墨保色後依舊係咁深色，冇褪色泛白嘅情況。做完翻新之後，表面氧化變黃嘅痕跡冇咗，全錶睇上去會變返原先玫瑰金偏粉嘅顏色。錶腳原先崩嘅位補金後，幾乎睇唔到任何色差同埋瑕疵。由於崩位比較深，會重複進行多幾次補金填高嘅步驟，直到幾乎睇唔到痕跡為止。依家成隻錶感覺都係十分之閃靈靈。